来继续来看中华社头的清水岩，今后开4亿来打造的温泉露营区，为旧年底完工了后，招标就一直失败，即卖是因伫遐底饲网，根本就是甲老百姓纳税血汗钱当作是拉卡。对空中翕落去，中华社头清水岩拢总有12公顷的露营区，还有温泉区，有广场、绿地、水池啊，还有航班的所在。另外，还有一座3层楼高的游乐设施，开4亿的园区，已经饲网啊饲要3年啊，无人会当入去。无人标，啊，算讲要暂时要啊啦。冻下咧啦，以早还未改革的时阵，改建迄阵啊遐。拢都会当入去活动啊，即摆人也袂当入去运动。温泉区进前是一个泡脚的水池啊，10年前免费开放予一般的民众来使用。县政府为着要扩大规模，成立温泉基金，向农会借2亿来改革。但是2016年完工了后，招标失败，县政府又搁向交通部申请2亿，整合温泉区啊，搁有露营区，但是无厂商要入去。这4亿平摊在这整个经营年限里面去把它分摊掉，所以它的权利金就非常的高，调整了我们整个招标条件。但最主要是在固定权利金的部分，我们从250万降低到150万。县政府强调讲，权利金调降了后，已经有6间厂商来问啊，8月进前会搁招商1摆。如果厂商乃当顺利进驻，上紧明年过年的时阵，园区应该就当开放啊。